清一清40盤水晶，抹走啲規定嗰啲灰塵，沖走啲浴室嗰啲毛菌，少少酒精等佢15秒，用百潔布唔會刮花，垃圾車行掹呢路，用百潔靈洗馬桶，垃圾公花現化噏風，唔臭聲先係洗得好，洗晒啲衫就唔會有問題。攞啲蘇打粉洗清千萬舊油，用檸檬酸噴屎塔，要洗碗加啲洗潔精，加返蘇打粉，用拖把去掃地，係要咁冇辦法。最喜歡萬潔靈除毛，點解要洗馬桶？我洗咗好多次，但仲係有舊屎無人沖廁。我想知邊一條墳場，嗰粒屎仲浮喺度，仲未沖得走。掃掃佢落葉和污漬，擦擦佢除塵連血跡。路過遠有人走埋就避開，點解硬係要行嚟一條路？暗暗擦冤逃櫃乾淨，你扮細佬做櫃煮晒，傻更更行到滿地泥。再落啲蘇打粉，加水可以去油，想撇咗嗰陣抽除。撒旦加啲容易磨合，白醋加蘇打粉，溝兩溝可以起泡，夾滾水同馬桶，沖水嗰下充滿奇蹟，合埋眼聽一聽，調尋佢唱痛聲，從前死匆匆全部諗起，點解啲嘢湧出嚟？好似係啡色嘢，我要拖笪地，件衫全部污糟晒，係時候開機洗，洗晒啲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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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洗底要下喺度，揸下擦地鋪，用力擦一下，一下，一下，話我擦到塊地啦。攞啲蘇打粉，沖水嗰下充滿奇蹟，白醋蘇打粉，溝兩溝可以起泡，夾滾水同馬桶，沖水嗰下充滿奇蹟，洗好先會睇得清。仲有一啲嘢搞唔清，仲有啲誤解講唔清，情義公公知未拎。我敲下先，等陣，我今朝仲未拍卡，今次我大鑊，今陣我大鑊。咁抱大和了。